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Uranus Healing 嘅大眾占卜時段。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咧就係到底宇宙會有啲咩訊息俾我哋呢？咁嚟緊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呢？留意啲乜嘢呢？有咩建議呢？咁好簡單嘅，今日咧就淨係得3個選擇3副牌啦，分別係 A、B 同埋 C。咁喺選擇答案之前，我哋要先靜落嚟去選擇，究竟你想用邊一副牌去為你打開到嗰個宇宙嘅信息啦。咁就喺揀之前咧，我哋先做一個好簡單嘅靜心啦。咁就係先放鬆自己，調整翻個呼吸。當你靜落嚟之後，你先至再去選擇究竟我想要用 A、B 定係 C嘅呢一副牌去幫你去睇啦。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咧，都可以撳一撳影片個暫停掣啦。咁等自己真係調整晒，我哋先至去開始繼續睇落去嘅。好，選擇 A 呢副牌嘅朋友咧，我哋嚟緊就會開始洗牌。咁你喺心裏邊咧就默念，究竟嚟緊宇宙有啲咩重要嘅信息，我需要知道咧？會有啲咩 suggestion 俾我咧？或者我需要留意啲咩咧？等等。咁一路諗住，一路等個洗牌完成同埋開牌都做埋嘅時候咧，就 OK 啦。咁我就將會為到揀 A 牌嘅朋友咧，去揀3張牌嘅。我哋一齊嚟睇下，究竟有啲咩宇宙嘅信息我需要去知道咧？睇一睇，OK。揀 A 嘅朋友咧，可能近排咧，唔知係咪生活上嘅壓力啦，或者係工作層面嘅一啲問題，似乎令到你會有一個可唔可以話失望咧？係咯，或者一個擔心，似乎真係存在咗一個可能啦，真係偏向係工作層面啦。可能係遭受到感覺到啦，或者係唔感覺到不被支持啊。好似好多工作原本都係啦，需要自己去負擔晒啊。其他人又好似唔理解，又幫唔到忙。甚至話可能係反對你嘅選擇啦。咁當然唔一定喺工作層面嘅，可能係喺你其他生活層面啦，喺關係上都可能遇到呢種問題。可能你會覺得朋友唔能夠理解你啦，或者係身邊嘅親朋戚友佢可能倒轉頭係唔支持你嘅決定，唔欣賞你等等。咁所以導致到你自己好似近排太有嗰個壓力，就好似好似世界得返自己一個去承擔一啲嘢，或者承受一啲事情。咁所以近排就算你話我好似忍耐咗，冇特別去表達佢出嚟都好，我係默默耕耘去應對眼前嘅事情啦，咁樣。咁但係你自己可能亦都瞓得唔好啦，因為其實嗰啲壓力係已經累積咗好多之餘，亦都好似冇一個渠道去釋放到佢。咁所以最大嘅即係最好嘅做法，宇宙就係想同你講，縱使而家係有一個暫時性，你遇到一啲事情，你覺得係我冇自信，走落去又好，或者係好糾結於嗰個啲人點解唔欣賞我啊，或者我亦都欣賞唔到自己，相信唔到自己呢一個問題上面咧，先唔好去理呢個人哋係點樣同你互動，或者有啲咩反應，點諗先。你自己需要係可以放一放輕少少，就係
唔係咩都要自己一個攬晒上身啊。有時可能真係唔係你嘅問題，或者唔係你嘅責任，但係你好慣性認為自己就係做得唔好啦，handle 得唔好，覺得好似某個時間點，如果我選擇咗另一個方式，或者我做咗另一樣嘢，或者我做多啲，或者唔做某啲決定等等都好，就好似件事就唔會咁啦，咁或者人哋就唔會覺得我唔好啦。咁其實呢一種係你一啲潛藏咗，可能係一種慣性啦，模式就係個罪疚感啊，好成日好自責。咁而呢種自責其實佢幫唔到你，亦都幫唔到件事嘅，的確係。佢而家嘅情況就係造成到你會諗得太多啦，會將件事嗰個後果或者係嗰個發展，佢會想像到好 worse 啊，好差。咁亦都因為你會想像到好差，你先至會好似咩都預先就係做定先啊，相信唔到其他人可以達到某一種效果啊，做到咁，所以就自己一個做啦咁樣。咁呢個咁嘅循環，似乎宇宙就係想同你講，你要見到你呢種重複嘅一啲狀況嚟嘅。你可以而家嘗試選擇唔要再重複呢一個 pattern。所以而家暫時嘅方法，我覺得你先了解咗，原來我自己有個咁樣嘅 pattern，佢嘅根源就係我對我自己太多嘅自責同埋批評啊，通常都係對認為係自己好似可以做得好啲。當然啦，我都明白你會有時都會見到係人哋唔 support 你嘅呢個情形嘅，但係你大部分會指向咗係因為就係覺得佢哋幫唔到手，咁又等我嚟啦咁樣，但係又做得唔好，跟住你又會覺得好差啦嘅感覺又好，或者係個事情本身都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宇宙想話俾你知嘅係，試下唔好再苛責自己。有時有啲嘢做就係咁樣做咧，即係意思係唔好加太多嘅 judgment 或者想像落去你手頭上做嘅嘢。有時咧好得意嘅，even 即係你唔好太執着於嗰個我做得啱，件事去得啱定係發展得係錯嘅咁樣，呢個對錯嗰部分，因為一去咗呢一個部分，你係會自然認為係哎呀而家發展得唔好，件事做得唔好，咁即係有人錯，而錯嗰個就係通常都係指翻去係我錯啦。咁你試下倒帶翻去睇翻就係嘅，有啲事情可能真係不如預期，每個人嘅反應都唔同，可能你真係遇到一啲人係好大反應，話俾你聽，搞錯啊，點解會搞成咁㗎？哎呀，真係發咗癲啦咁樣，呢個係佢嘅反應。OK，你可能唯一要做嘅就係OK，我認知到件事需要處理嘅，呢一刻有嘢我要做咯喎，咁就做啦，唔好再繼續下一步一個慣性，就係一路做就一路喺度 blame 自己，一路做就繼續再想像，再 worse 啲點，之前點解唔敢做呢個位？我發現到明明嗰個位可以做得好啲，點解我唔敢做啊？咁樣，咁呢啲後續嘅一啲想法或者內心嘅一啲對自己嘅批判，全部某程度上其實係唔需要㗎。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啦，當佢真係嗰刻佢拱瀉咗杯朱古力咁樣落個地度啦。咁究竟你覺得呢個小朋友個當下其實係需要咩？就係佢認知到原來 OK 嗰杯朱古力原來因為可能真係啦有啲意外，或者我真係唔覺意，或者專登都好，就總之個杯就係跌咗落地，兼且啲朱古力倒到成個地都係。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成年人或者佢嘅父母、照顧者，或者甚至乎小朋友自己，如果佢有能力，佢其實就係要去解決件事啊嘛。解決件事嘅方法就唔係 blame 自己嚟解決嘅，因為 blame 自己純粹係一個額外，其實可以唔做喎。
因為唔一定要 blame 自己，你先會去抹乾淨啲朱古力噶嘛，係咪？所以你要明白，我要去解決嗰個問題係重點，而唔係 blame 自己先係重點咯。因為 blame 自己真係唔係佢唔會幫你抹咗啲朱古力噶。你當下其實就係只係需要 OK，我認知到件事係咁樣啦，所以我呢刻就係好揾個解決方法，攞塊抹布過嚟，或者我通知有需要嘅人。點知同你講喂，冇抹布喎，咁點啊？用紙巾咯。哇，連紙巾都冇，我落街買啦。即係其實總有方法啊。咁你就聚焦翻起嗰個處理方法呢個層面，終於做好佢。OK，抹完晒啦，執翻個杯啦。如果個杯係玻璃嘅，咁咪亦都掃埋佢啦。等等，做好晒之後，你先至可能話OK，我之後去有時間就先檢討下，其實係咪可以呢個位置唔使咁樣做，就可以避免啦。咁可能呢啲係事後去處理啦。OK。咁如果你話真係避免唔到，可能係個大人係咁 blame 個小朋友，即係可能假設係你身邊嘅人或者你嘅上司等等，佢 focus 咗去 blame 你。咁其實可能佢只係演繹咗你內心嘅一個想 blame 自己，即係苛責自己嘅嗰部分嘅自己嚟嘅啫。所以如果你越可以平靜地去處理翻你手頭上要解決嘅問題啦，可能你會慢慢發覺嗰個周圍嘅苛責或者係其他人嘅聲音，可能相對地會少咗啲，或者冇咁激烈嘅。OK，咁試下啦，係啦，因為睇到呢個牌面咧，我都明白咧，揀 A 呢副牌嘅朋友係近排嘅壓力係真係好大。咁除咗我哋先頭所介紹嘅一個或者建議啦，即係宇宙亦都好希望你去理解到原來解決方法係咁樣喎，咁樣咁亦都可以選擇試下啦嚇，抽下時間。如果你要即係我明白喺忙咧，好似感覺我真係冇時間，但係你總會有嘅。例如啲咩時間咧？沖涼啦，去廁所啦。或者真係散步翻屋企啦，即係等等。其實你總會有少少時間嘅。咁喺嗰啲嘅時間裏邊，試下俾自己慢慢呼吸一下。即係嗰個呼吸係其實係幫自己製造一個少少嘅 me time 啦。真正嘅 me time 啊，唔係話我睇手機或者係睇劇呢啲叫 me time 喎。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本身亦都有興趣嘅，可以選擇用一啲能量產品去幫自己嘅，例如可能燒聖木啦，係啦，咁我哋都會有聖木啦，或者燒一啲叫做鼠尾草去幫自己去 clear 下近排自己嘅一啲過多嘅煩惱或者壓力啊，佢可能會聚焦咗喺你個能量場附近。咁佢會令到你好難走出呢個循環一個模式嘅，咁所以有時係可能真係需要靠少少嘅輔助品啦，咁嚟去幫自己清理一下個氣場先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本身自己有即係考慮會佩戴水晶咧，都可以嘅，咁可以佩戴下一啲係黑色類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亦都需要去多啲去 focus 翻，係我處理能力處理嘅問題嘅能力，所以呢部分可能我都會建議帶翻一啲黃色系列嘅水晶啦，咁樣。咁當然啦，我以上嘅建議都係一啲參考嘅。咁如果真係想了解多啲，你可以私信啦，可以 DM PM 我，咁去再查詢都 OK 嘅。咁希望揀 A 嘅朋友嚟緊可以迅速解決問題，記得唔好再 blame 自己啦。佢呢個做法係佢只會令到你唔開心，同埋更加解決唔到事情嚇。記住聚焦喺解決事情呢一個部分就 OK 噶啦。好，多謝你哋。好，咁而家咧就係揀 B 呢副牌嘅朋友，咁我哋而家開始洗牌啦。咁你個心入邊就係諗住，究竟最近宇宙有啲咩信息俾我咧？我要注意啲咩？留意啲咩咧？咁靜落嚟，我就等個牌洗完。
嚟緊咧，我就會為揀 B 呢副牌嘅朋友抽3張牌嘅，咁睇下宇宙有啲咩信息俾你啦。好，我哋收翻埋先，睇下。OK，揀 B 嘅朋友咧，可能最近遇到嘅事情咧，係令你感覺係不被了解或者係唔開心嘅。佢比較貼近，可能喺人際關係或者係愛情關係啊、朋友關係、伴侶關係等等，係涉及到關係層面嘅。咁當然啦，我覺得有時喺可能喺工作上，你同同事之間嘅關係啊，或者同老師啊、同學啊呢啲都可以當係即係你生活層面入邊一啲關於關係上嘅東西啦。咁喺牌中咧，我哋會見得到，似乎好似可能有段關係破裂啊，或者係之前應該可能發生過一啲事情，係雙方都好似感覺對方唔係好了解自己啊，覺得好似對方係咪講咗啲唔好聽嘅説話，或者令到你唔開心嘅感受？呢個係雙方嘅，但係而家就你會覺得好似心入邊會諗啦，係咪冇得掹嘅咧？即係好似都會覺得。認咗係咪叫認命咧？即係好似感覺係，唉係咁噶啦，我改變唔到啊！我冇辦法再解釋啦。算啦，由佢啦。即係可能係有呢一個情況嘅。而家你嗰個心情，但係你話OK，我係咪就係咁樣咧？我係咪就係唔需要去思考或者反省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咧，宇宙係希望你去明白，有時唔緊要嘅關係上嘅一個破裂或者係感覺不良啦，唔一定要破裂，可能係某件事發生咗，令到你覺得好似個關係不如預期啦。咁有啲嘢可能咁唔一定要再行下一步嘅，咁樣嗰種諗法都得。係可以嘅，即係關係呢啲嘢都唔使太過執着嘅。不過宇宙想咧，你係多少少去 focus 去一個叫做往內看嘅呢個方向嘅。往內看咧就係唔係再去諗點係邊個搞到個關係咁樣，係咪自己有嘢做唔好，或者對方係咪有嘢又做得唔好啊？呢啲都唔係要去 focus 嘅範圍。你可以有你嘅選擇，就係我就係想冷靜下啦，又或者我係覺得係啦，我覺得唔啱咪唔啱咯，或者你知道對方係想走啦，或者對方有佢自己嘅選擇等等，你又亦都可以去 accept 去接受嘅。咁呢啲係外在嘅事情變化，似乎唔需要太 focus。唔需要太過聚焦於呢啲外在個變化，究竟係咪要完，定還是有得掹翻，定還是係再有後續咁樣，就唔使諗啦。反而你嚟緊多啲去聚焦去睇翻，究竟呢件事發生入邊有好多細節嘅，個關係去到呢一刻係咁樣，想你去反思多少少，究竟入邊究竟你睇唔到啲乜嘢？因為而家個 point 係似乎會導致到個關係去到呢個地步咧。當然啦，雙方有嗰個所謂嘅責任啦，咁樣，但係又唔係真係去到好重咁樣去形容啊。佢係想你睇下究竟你之前睇唔到嘅嘢喎。因為有時咧，可能我咁講啦，我當舉個例子啦。你當你同朋友嗌咗交。你心裏邊覺得唔係啊，好清晰嘅，我知道大家唔夾咯，係好明顯就係佢唔知講乜，我又聽唔明，或者我講咗啲嘢佢又唔明，咁其實冇嘢需要再講啦，咁樣好似好清晰嘅咁樣。咁但係佢而家提及嘅係原來我哋內在有一個盲點，係我哋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宇宙希望你去嘗試去睇下，點解要睇？係唔係話我要去處理翻段關係嘅意思，而係
佢可能係一啲契機，讓你去發現啊，或者發掘到，咦，原來我之前睇唔到嘅一啲嘢。之前可能我係用咗一啲好膚淺嘅外在標準嚟去衡量呢段關係，或者去表達我自己，或者係做咗某啲選擇嘅。某個層面好似係冇話錯嘅，但係原來深層嘅層面入邊咧，可能其實係我忽略咗啲嘢，我睇唔清楚嘅。咁可能宇宙就係想你嘗試去走向呢個方向去發掘嘅。咁第二樣嘢可能要提及咧，就係唔一定係關於之前嗰個關係破裂，佢可能純粹係一個契機，佢想讓你反思下，究竟你一直以嚟關於關係層面上面，你會唔會其實係有一個隱藏嘅一個模式，就係你好係同犧牲有關嘅。個犧牲咧唔一定係你自己犧牲，可能係犧牲咗人嘅，即係呢個係好難去發現嘅，因為通常我哋通常都係嘅，我哋會咁諗，係覺得唔係佢利用我或者係犧牲我噶嘛，好少係諗，喂，唔係喎，原來你有啲位係因為你睇唔到，所以你見唔到原來你做咗某啲嘢，其實你都犧牲咗人哋嘅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宇宙係只係想你試下透過最近發生嘅事情，去反思一下關於你一直以嚟喺同人哋相處嘅過程裏邊，任何關係啊，相處嘅過程入邊，其實自己係咪好多盲點嘅咧？或者好多嘅錯誤咗嘅一啲，或者叫太過隨波逐流，係一啲外界嘅標準，即係可能假設認為情侶之間應該係點嘅，我做 A 佢就要做翻 A， 係好正常㗎。或者覺得假設你係女仔嘅話，你會覺得男仔就應該咁，女仔就應該咁，呢啲叫做外在嘅 fix 咗一啲嘅標準啊。當對方冇咁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唔係你嘅 expectation 裏邊，你嘅期望就達成唔到，所以你會覺得係佢錯嘅，或者調翻轉，可能係對方 expect 你，但係你又發覺，我係咪要 fulfill 佢嘅期望，然後犧牲咗自己咧？等等，即係當然啦，嗰個角色可以互換嘅。咁你可以留意下，除咗愛情，任何就係話同上司關係又好，同朋友關係都好，都係㗎。可能你會有一個一啲叫做外在嘅一啲標準啊，但係其實嗰啲標準係死嘅，唔係必然要咁，因為你認識嗰個人係活生生㗎嘛，冇理由跟標準去過活，或者喺段關係入邊去做，咁就會太生硬㗎啦。咁係啦，宇宙就係想你去留意到，或者去反思多少少。如果唔係咧，就會又好似呢段關係係嘅，可能係真係有啲嘢變咗。咁可能佢真係要變嘅，但係係咪就係就咁讓佢變，就唔去藉此機會去反思，讓可能我之後嘅關係唔會再重複，又係咁樣嘅情形咧？咁樣咁留意多啲啦，係啦，關於犧牲或者係關於嗰個過於 expect 人哋去做咗啲嘢，然後讓你唔係應該話過於 expect 人哋做一啲嘢，但係佢哋冇做，所以你失望，或者係嗰啲叫咩咧？係啦，不自覺咁樣可能犧牲咗人哋，或者自己不自覺跌入一個犧牲嘅角色等等啦。咁試下反思多少少，係啦。咁就住呢個問題，似乎係啦，我覺得可以。如果假設你係會有一啲輔助嘅產品去幫自己，例如係一啲能量噴霧啊、蠟燭啊，因為有時有啲許願嘅蠟燭，佢可以幫助你加強嗰個 energy 咧，嚟去處理一啲關於內在嘅問題啦。因為佢會幫你喺能量層面吞一吞佢嘅，咁都會 suggest 係可以選擇一啲關於係關係嘅東西啦，唔一定係一啲叫做復合啊，定還是係我要揾一個自己期望有嘅理想對象，唔係呢啲膚淺啊，唔係負面表面嘅膚淺嘅呢種願望，而係我覺得可以有多少少嘅療愈性質嘅，
可以選擇一啲關於 meditation 類嘅，可能靜心類別嘅產品亦都可以啦。又或者係透過一啲產品咧，係有時係關於 love 嘅，即係我想打開個心多少少去睇一睇，究竟愛係乜嘢咧？因為喺現時嚟講，似乎你未完全認知到究竟真實嘅愛究竟係點樣嘅。咁另外就可以，如果你話我要帶開水晶啦，咁我覺得可以選擇一啲關於係同關係有關嘅水晶啦，例如係粉晶啦。跟住有時咧，粉晶咧會俾人覺得係咪淨係純粹係增強桃花啊、改善人緣啊，咁唔係呢一個意思嘅。其實你睇下你點用，因為有啲人咧帶粉晶都帶得好好，咁就係其實係可以用喺一個療愈嘅層面，就係我想去令我個心去再打開多啲。粉晶其實有呢個功能，打開你個心，讓你容易啲去感受下自己嘅感覺，容易啲去感受到人哋心裏邊真實嘅感覺。呢個都係點解就係話點解粉晶可以幫助人緣？其實就係話啦，係咪真係表面嘅人緣咁簡單，而唔係話而係講緊一個同理心，或者一個願意真正去打開個心去同人哋去交流溝通，去表達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喺如果揀咗 B 呢個牌嘅朋友咧，你近排都可以多啲選擇關於係一啲粉色類嘅水晶啦，又或者綠色都 OK 嘅，係啦，翠綠色嗰啲啦。咁例如係一啲叫咒玉啦，即係蛇紋玉都 OK 啦，又或者係綠頭輝石，好似係，不過比較少嘅，有時係咁去試下睇下會唔會有合眼緣嘅水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有其他嘅查詢或者想了解水晶啊、仙頭能量產品啊等等，其實都可以之後再去私信 DM、PM 我嘅。咁我可以再解釋多少少或者建議一啲啱你嘅嘢啦。好，咁就係咁啦。今日多謝晒你哋啦。Hello，揀 C 嘅朋友咧，咁我而家將會用呢副牌嚟幫你哋去洗牌。咁喺洗牌嘅過程入邊咧，大家可以心裏邊諗住，究竟宇宙嚟緊俾啲咩信息我，要我注意啲乜嘢咧？有咩我需要去留意噶？咁靜落嚟諗完就等個牌真正洗完啦。咁咧，我就會喺呢副牌入邊抽出3隻，嚟睇一睇究竟宇宙有啲咩信息。咁我呢度就會收翻埋先。好，我哋一齊睇下先。好，sorry 啊，原來呢一隻。因為太似啦，嗰個個面太似，我唔知道佢原來已經打開咗啊。OK，不過我哋都會接受嘅，我哋唔會再洗過噶。好，睇一睇先。OK，好，咁揀C 呢副牌嘅朋友咧，最近可能咧會為到一啲叫做工作或者錢財啊、金錢啊，比較物質性少少嘅事件去煩惱或者去調配或者做一啲決定。咁其實整體嚟講咧，你本身或者咁講，佢嗰個調配決定其實唔係一啲好大嘅變動。或者甚至乎你覺得一路以嚟做緊嘅安排啦，可能係分別係時間安排啊、工作安排啊、資源調配啊、分佈啊等等嘅呢啲情況咧，其實係做得幾好嘅，所以你會覺得好似個人幾安穩、幾踏實嘅。咁又或者可能工作又好似好幾平穩喎，近排或者一直以嚟都係你自己感覺覺得好
安全嘅，佢變動唔大啦。可能出邊明明個環境好差喎，但係你反而覺得唔係喎，而家我身處嘅工作環境或者我自身嘅生活都比較係舒適平穩，冇咩變化。亦都可能好覺得啊，有好多身邊嘅人支持緊自己，嗰個支持咧未必係一啲話好情感形式嘅，可能係屬於叫做關係性，即係可能你認識嘅人，可能係親朋戚友啊，佢俾到個感覺你係有啲咩事，佢哋一定會出嚟幫自己，咁似乎令到你會覺得啊，好似我冇嘢去，冇乜嘢缺乏啊，冇咩需要去留意或者改變，但實際上咧你真正內心深處咧，其實係好似總係覺得少咗啲嘢咁，而嗰啲少咗啲嘢咧，嗰個係究竟係少咗啲咩咧？其實你唔係好可以形容到，淨係覺得好似內心係如果有一種感覺，可能係一個窿啦，即係你會覺得有個窿，而嗰個窿就係缺乏咗嘅嘢，但係你又形容唔到缺乏咗嗰嚿係乜嚟嘅咧？因為喺外邊嚟睇，你會覺得係好似冇嘢缺乏嘅喎。關係又 OK，工作又平順，生活品質又唔錯，即係你會覺得係諗唔到我缺乏嘅係乜，但係咧感覺嘅嘢係即係咯，呃唔到啊！外邊世界一切嘅物質榮華富貴，其實係你有嘅，你都見到嘅，未必話真係要好大富大貴，但係至少你會覺得係啊，我有我足夠所需要嘅咁。但係咧，內心似乎總係有一忽啦，有一部分係你覺得一個失落或者係一個空虛感嚟嘅。係嗰個，如果你話我真係要形容一下究竟個窿係啲咩咧，可能係同愛有關嘅。假設你話我唔係喎，我而家有好多關係，嗰個關係就係可能同家人嘅關係，或者我有伴侶，或者係有朋友，有好好嘅上司同事，咁我好多關係啊，而嗰啲關係都好好喎，佢哋好似好支持㗎，我亦都可以 support 佢哋㗎咁樣，佢哋都冇投訴喎咁樣，唔係呢一種，即係有時就係話啦，關係係咪等於愛咧？唔一定嘅。喺呢類嘅關係，哪管佢個相處 OK，但係唔代表你真正個感覺上，你會覺得我就係透過呢啲關係，我覺得充滿咗生機，充滿咗活力，充滿咗被愛嘅感覺。未必係啦，即係我就係所講啦，未必話我外在有關係，係咪就等於我覺得我會感受到好多愛咧？唔一定，有時有啲人調翻轉就係我係冇咩朋友噶喎，可能或者我工作上就係獨立工作啊，咁亦都冇關係啊，即係可能冇伴侶關係等等，但係佢自己唔覺得缺乏咗愛嘅呢種感覺咯。咁所以我就係想講，究竟你哋究竟係可能係時候要去認知到，原來你渴望緊一樣嘢就係關於愛啦。咁但係可能我哋會好慣常會諗，咁係咪真係要去透過一段關係而獲得呢種我缺乏咗嘅愛咧？其實又唔係嘅，因為我先頭都提過就係話，係咪有關係就代表我會感受到呢份咁滿滿嘅愛咧？其實唔一定，唔係話對方唔愛你，而係當然啦，有啲情況係真係可能係大家都唔係好愛對方，但係有啲情況就係唔係喎，大家都真係相愛嘅，但就係感覺爭啲嘢嘅。究竟係爭啲咩咧？就係我想講，揀師嘅朋友其實嚟緊係需要感覺或者學習一下咩叫做愛自己，即係自愛啦。有時就話咁唔愛自己，咁係咪即係代表會做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咧？咁其中一種啦。咁你話我亦都冇傷害我自己喎，我仲去保養我自己嘅身體啊，可能去美容院啊，或者去做運動啊，去按摩啊，即係可能係有啲外在嘅方式嚟去照顧自己嘅，又食得好好啊等等。但係呢個都唔係我哋講緊真正打從心底去愛自己。咁可能係咩咧？例如真正咁欣賞自己100%喎，仲要。好例如好滿意自己個樣，我好滿意自己嘅身形，我好滿意自己嘅衣着，或者我好滿意自己嘅整體咁樣。呢個仲係講緊外觀嘅滿意。我而家係再深入啲，要再提出嘅係，我可唔可以滿意自己嘅選擇，滿意自己
我就係成個人動喺度，呢一刻我可唔可以感覺好開心咧？我需唔需要真係透過我外在擁有啲乜嘢嚟先至覺得啊，我真係好滿足？定還是如果我真係有一無所有，我冇咗呢樣冇咗嗰樣之後，我仍然係咪可以企喺度大大聲同自己個心裏邊講啊，我呢一刻我覺得好 OK，我好中意自己，我感覺滿足。係好難㗎，其實我明白，因為大部分人係習慣咗咧，係透過外在嘅物質條件啦，包括係可能好好嘅工作環境啊，好好嘅工作條件乜都好，即係或者身份地位啊，而家所擁有嘅一切呢啲等等嘅嘢嚟去覺得真係好啦，好滿意啊咁樣，咁係嘅，佢會俾到個滿足感俾你，但係佢只係一個一剎那，就係當嗰樣嘢消失嘅時候，你會開始發覺我開始唔滿足，咁即係話代表呢種滿足感或者愛嘅感覺係短暫而可以被摧毀嘅。而家宇宙想提你，有一種愛係可以不被摧毀，就係愛自己嘅能力，自愛。咁嚟緊可能揀 C 嘅朋友需要走向呢個方向，其實有時好得意嘅，外在咁穩定嘅狀態咧，係嘅，有時會令人有惰性嘅，即係會覺得我而家真係好滿意，又冇發生任何事情，咁其實唔需要去探究係咪要愛自己嘅性嗰啲啦，係咪啊？即係佢冇一個誘因啊，咁但係亦都可以調翻轉咁諗啊，有時就係我睇到呢個影片喎，個宇宙提我喎。咁呢啲嘢冇得講巧合噶嘛，即係因為其實而家 YouTube 咧係超多影片嘅，你會見到呢一個影片咧，可能都係一個奇蹟啊嚇。點解話係奇蹟咧？因為一嚟啦，我拍嘅影片咧，基本上都某程度上唔係好商業化、好吸引嗰種咁。如果以一個客觀嘅曝光率嚟講咧，其實真係唔容易曝光，亦都唔容易睇到嘅。咁如果你真係咁啱睇到，你就要真係去諗下我要去 touch 下呢部分。我原來我內心係有一個缺乏愛嘅狀態喺度。調翻轉就係話啦，如果你生活平穩，係咪其實就係話你可以有足夠嘅資源同時間嚟安排俾自己踏入去探索一下關於你嘅真正嘅靈魂需要呢？我哋嘅內心，佢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原來我一直都係覺得係缺乏愛嘅狀態，或者一路以嚟我都感受到嗰啲開心、快樂、滿足唔係真實嘅嗰種，唔係真實嘅意思，即係話佢可以被摧毀，就係總之我掹走咗你是哪一樣嘢，你都會唔開心、唔滿足或者甚至乎崩潰咁樣啦。咁所以咧，揀 C 嘅朋友可能嚟緊試下啦，去呢個方向慢慢去發掘。個好處咧就係因為外邊冇咩特別嘢發生，冇嘢嚇到你，突然之間做咩事啊？我係咪做錯咩啊？點解會突然之間變得咁恐怖啊？咁樣冇呢啲嘢發生。咁既然都係啦，咁舒服，就試下當自己我試下開啟呢一個路去望下，去了解下我點樣可以為之真正嘅愛自己呢？可唔可以係欣賞到自己係真正而感受到一份舒服、一份自在？唔使再咁繃緊或者咁執着去維繫一啲嘢。我唔係話唔維繫就出邊就失去，唔係嘅，佢唔關事嘅，佢喺度就係喺度。但係其實可能就係話你而家真正在需要嘅嘢，唔係再去要話要去睇住呢邊嘅事情，而係 focus 翻多啲內心嘅世界，內心真正渴望嘅嘢啦。咁如果咧揀 C 嘅朋友本身有用開一啲能量產品咧，我覺得都係啦，關於 love 類型嘅產品都可以選擇嘅。咁唔一定係話我係咪要即刻，即係假設係單身咁講，係咪要去揾個真愛翻嚟？唔一定係要咁。咁當然啦，你都可以嘅。如果你話真係我真係想咁樣，咁可能可以透過一段關係嚟去學習關於愛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係啦，睇你選擇啦咁。咁亦都可以係點一啲同愛嘅能量有關嘅蠟燭啦。如果你唔一定要揀關係，你可以就係話我希望呢個能量產品或者呢個蠟燭可以將嗰個愛嘅能量帶到去我嘅內在，我嘅能量場裏邊，去幫助我嚟緊嘅體驗同
學習啦，咁又可以啦。咁如果係用水晶嘅話啦，咁我都覺得可以嘅，選擇一啲紫色類或者係係咪咧？我覺得紫色都 OK 嘅，因為咧我唔一定係要關於愛情啦，係嘅，愛自己，我覺得有時咧我都會 suggest 係關於粉晶啦，一啲比較紅紋有時都可以，不過可能大家咧好似 focus 多咗係關於佢好似係想去尋求一個姻緣啊關係咁，即係除非你真係想透過關係嚟學習啦，我都覺得可以揀下粉晶或者紅紋啦。咁其實本身呢兩隻水晶咧都係可以幫助打開個心，去或者係將嗰度能量咧去應用喺自己身上去睇下可唔可以欣賞自己，覺得自己好好啊，或者係係咯，照顧自己多啲咧，真係去 feel 下自己。有時咧照顧自己唔一定係外在嘅東西，即係唔係用錢堆砌噶嘛。你可能食個好簡單嘅嗰啲叫咩碗仔翅，但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好開心、好滿足。可能點解啊？可能係食緊一種叫人情味，或者係同你一齊去食嘢嘅人令到你有咁開心，或者係佢後邊代表住某啲嘢嘅，即係可能個碗仔翅對你嚟講唔係淨係話佢夠平咁簡單，而係可能食緊一啲回憶啊，即係等等，其實係有背後嘅東西喺度。咁係啦，都可以選擇下啲粉晶啊、紅紋石啊等等啦。但係我會比較建議係 apply 落去內在層面多啲，所以點解我會揀不如紫色類嘅水晶或者係啲淺藍色都唔錯。有時淺藍色咧唔一定海藍寶嘅，可能係天青石啊咁樣因為個療癒成分都強嘅。而紫色當然就最簡單就係紫晶啦。咁紫晶亦都有分淺紫啊、深紫，咁其實就冇乜所謂。咁點解會建議係紫色類咧？因為其實紫色類嘅水晶可以幫助你開發 spiritual，即係靈性層面嘅一啲直覺啊。見到揀師嘅朋友，其實佢物質似乎都尚可嘅，即係佢冇一啲話我而家好唔穩定嘅狀態喺外邊工作係咪唔 OK 啊、唔自在啊，又唔係，所以我覺得佢唯獨缺乏咗，或者需要去提升嘅就係我可唔可以打開一下自己嘅直覺或者智慧之門，我去睇多啲呢個世界，睇多啲自己裏邊究竟點樣為之自己去好好咁去愛自己呢一個 topic，我要有啲咩智慧要去領略呢一樣嘢咧咁樣，咁所以我會建議係紫色嘅水晶類別嘅。OK，咁當然啦，如果你哋之後係有啲咩疑問，即係可能我想了解多啲水晶啊或者能量產品呢一類嘅嘢啊，都可以去message 我啦，DM 啊、PM 等等都 OK 嘅，咁可以再去查詢一下啦。好，咁今日就多謝晒你哋收聽啦，拜拜。